我只想一直不停地遵从，在你永恒荣耀中。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明天。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遵从，在你永恒荣耀中。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学习对他不停的来敬拜。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来到他的面前。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敬拜，我只想一直不停地赞美，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感谢，在你宝座前。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遵从，在你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醒来又有一口气在，而且今天神用阳光来照耀我们，再次来告诉我们主的爱持续在我们当中。愿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神可以得着荣耀哦。我们要一起挺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荣耀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就不荣耀。阿妹吗？他持续荣耀着，是指因为我们人会改变。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再一次来会见这位荣耀的神。我们来读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吗？来，请。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那他们，我们可不可以来改成我们？好吗？好，来，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我们。”再一次，我们哦，来，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我们。”是，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可能还没准备好，我们可能有过错，我们可能自私、自利、自义，自以为我都会了，自以为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答案，听我的就对了，我是为你好的。不，我们恳求神来光照我们偏离了神，我们来感谢这位赦免我们，感谢这位使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因为他而可以得着那个赦免，因为要人知道这位是赦免人的神，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来赞美，来求神来认罪，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造天地，主啊，特别是你让我们成为有灵的人，主啊，因着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跟你是连在一起，主很多的时候，我们让我们
耀的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那在黑暗中，我们曾经是在那黑暗中。当我们离了你的时候，主，我们也在那黑暗中。但是主，你是光，你来了以后，黑暗就不见。主，我们谢谢你光照我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离了你，我们还不自知。主啊，我们背向你。主啊，我们还自以为是。主，我们感谢你，圣灵的光。主，你是光，光照我们。主，我们就醒悟过来。主，我们就说主啊，主啊，你是主。主啊，愿你来。主，你赦免我们。主，我们真的是错了。主，求神你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主你的应许。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再来到主你的圣殿，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来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请坐，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特别是我们7月农历7月是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恐怖的月份哈，但是我们属神的没有恐怖我们属神的，我们就是要来守望，我们要举起我们手我们要来守望这个城市，我们一起来读神给我们的应许，知道他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来，请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涂抹推我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这块土地，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守望，特别是在这个城市，桃园是这个庙宇最多的地方。当然，在这里更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爱，更需要主的福音，好不好？我们都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守望我们的城市跟我们的这块土地。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教导这个时候，为了台湾来祷告，国家是我们要每一块地的事情，我们要求是没有办法在这块地里面搞，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那个收藏放了万要我的心上，我们的所有我们上帝台湾的事情，我们来信息，在这些我们教会这样的人世界是他是的国家来祷告，谢谢他们长谢谢主，我们感谢你，福尔摩沙的主，主啊，你是这块土地的盼望，主啊，你是这块土地唯一的拯救，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一群属主的儿女们，主啊，我们就是要举起我们的手，主啊，我们奉主你的名来为这块土地，主啊，不管是执政掌权者，或者是主你所爱的人民，主啊，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主啊，你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持续不断的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转离你时，主求神你赦免，主啊，求神你使你的光照，主你的爱挽回这块土地的人民，主啊，使这块土地的人民，当我们在那黑暗中，在罪恶中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拯救，谢谢你，你是永远是慈爱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的需求，因为这是主知道你的需要，这一位是全方位的主，怎么样子知道这位主没有忘记你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是的，我们的主爱你的主，怎么知道他爱你呢？因为他在乎你这方面。还有，更有，除了他祝福你跟他的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主也在乎。主可以在这么多方面，全方面的照顾你，因为他是全能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哪一方面，不管哪一方的面的需要，你需要有人为你一起来祷告的话，可以请你等一下起立，然后站在中间或者是两行，可以起立站起来。我们的牧长同工会到你的面前为你来代祷。那若是你觉得主啊，
主啊，我实在站不起来。主啊，求神你来扶持我，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在你的心脏上面，主啊，为你的需要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可以起立，我们的同工来为你来祷告，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全能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啊，你在乎你是那里的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的灵在完成全神奇，在你的祈祷当中，主啊，你让你的儿女们主啊，一直在那个无奈当中，而且需要在自己的每个主啊，你的喜乐在财务在金钱的谢谢你，在这些关系主啊，你是爱的儿女们，主啊，你爱永远的一次，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直到永远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主啊，使我们身心灵得着健壮。主啊，你的爱使我们跟你复合，跟人复合，跟自己复合。主啊，你的爱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支持。别人不懂，主你懂我们，而且主啊，你有办法。主啊，你总是永远都有办法。你要引领我们在十字路口做决定的时候，主啊，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困难。主啊，我们不知道该向左或右，向前或向后。主啊，唯有你知道我们的未来。主你掌权，主你必要带领。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凭据。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软弱，但是主，你不轻看每一个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你都知道，你都在乎。圣灵也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谢谢主这么爱我们，你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了是能够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今天主日要来守望，我们好不好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请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求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就不是那快死的人，乃是主啊，我们已经死，但是要在这里又复活起来。主啊，愿我们今天的主日，主啊，真是来欢庆这位复活的主，而且凡是相信他的。主啊，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同死同复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几件事情，我们自己的灵命以及我们群体中，特别是我们在新竹圣经书院的事工跟同工，求主来看顾、保守跟带领，也为我们今天不管是主日的总部的部会，洪庞美老师的师资活动，或者是奥福音乐同工的这些培训，跟这个接下来这一周星期五圣乐之旅，求神都能够来掌权，让我们在这当中，主真是经历在主在我们当中的美好。我们要为更生团体来祷告。陈国雄牧师是被我们迦南教会差派到这个监狱里面的施工，也为即将来的圣诞节这些洗礼的各项的事宜，以及关心他们的家人，也不管是这个少辅院少年看护所，以及他们办的这个恳亲会的安排跟台北的分间精神的学员课程，求神来带领，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更多被监禁，有很多监禁的人，他们更需要主的福音也愿这个祝福陈国雄牧师在那边的服侍，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主日以及刚才那些的教会的事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就是我们来到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为我们自己欢呼，我们的手将你的家庭好让我们有爱和恩典的指引，分享给需要的人。主啊，就是你来感动教会，派这些遇到朋友能够来地上真理，打开心门来接受你的爱与救恩。谢谢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使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的主。主
主啊，不管我们人是自由，或者是在监狱中，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的监狱中，主啊，你都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真理可以得着真自由。谢谢你，愿你的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在这个地方，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这个地方的盼望。谢谢主，我们也要用主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开了我们的耳，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让我们告诉我们的神，我们对他的爱永不变。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拍手。你开了我的耳，离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
论如何，我们一直要来赞美你，天地万物都要来赞美他，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无论世道环境如何，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敬拜，我只想一直不停地赞美，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感谢，在你宝座前，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尊重，在你永恒荣耀中。神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明天。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尊崇，在你永恒荣耀中。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停止的，我们要一直不停地来赞美他，一直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神里面，一直来赞美他。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敬拜，我只想一直不停地赞美，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感谢，在你宝座前，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尊重，在你永恒荣耀中。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明天。擦干我的眼泪，主啊，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明天。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歌颂，我只想一直不停地欢呼，我只想一直不停地尊崇，在你永恒荣耀中。我们知道是神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明天。擦干我的眼泪，你擦干我的眼泪，你赐我丰盛恩典，你洗净我的罪孽，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使我能拥有
一直不停地尊重，在你永恒荣耀中。仍然掌权为王的主啊，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来因为主你是创天地的主，主你是掌管万有，主你是调度所有一切，为了就是要来拯救你所爱的世人。因为主啊，这世代变得我们不认
不知道该怎么是好。这世代变得好像没有主、没有神一样。主啊，你仍然掌权为王，你没有忘记我们。主啊，你持续与我们同在。即便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害怕，即便我们真是有一些孤单，即便我们可能正在跌倒、被困住中，但是主，我们仍然今天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来到主你的圣殿。主啊，今天主就是你所设定的日子，我们要在这里欢喜快乐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这世界的盼望跟拯救。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一切的敬拜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要来欢迎在我们当中有很新的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张新鲜跟钟菊妹，我们欢迎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那我们也要欢迎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许成凯牧师跟牧师娘他们的小孩其实在请下请坐，谢谢。我们要谢谢，等一下许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所经历的一切我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真是主啊，谢谢你为这世代带来这个信息，平静风浪。我想在台湾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最近又是大风又是大浪，我们以为我们挺不过，没有神差派许牧师过去在我们当中社区牧师，神差派他出去，经历了很多。我相信等一下在分享当中，我们会再一次来认识这一位可以说是伟大的神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在乎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也要谢谢那我们也为许牧师来代祷，他现在在新竹圣经书院的服侍那音乐牧师过去1个礼拜在那边上教牧博士班，受到这个许牧师很多，尤其他是主任真的是我看到一个真的是仆人我非常的感动，也是我学习的这个牧者那我们也为他们这个代祷还要奉献，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书院真的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那如果你有感动，我们等一下也要为他来祷告跟来奉献那我们也为小会的消息我们10月4号第2场礼拜中我们要举行这个和会那我们要选出长老3名，执事5名那我们公布在那个布告栏，如果有遗漏的请跟我们的书记简忠义长老来提出那如果你不能出席，也请要请假跟那个我们的小组长来请假，10月2号以前也请用书面的，好不好？不是说打个电话你帮我请，没有，我们负责任我们写这个书面就好像说主我真的不能来，主我们要用非常正式的方式，我们来用书面来请假那长职候选人我们也公布在楼下，那如果觉得有哪里觉得怪怪有意义的，那我们也请事先跟有牧师来提出来那我们呢，这是第2场的我们会有一个颁发基要真理，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福音朋友，或者是你想更了解这个真理，怎么样子让你得自由你说牧师我卡袂赢，卡麻1点都无自由，一点都不自由，没有。真理是可以让我们真的得着自由不管你现在怎么样神的话语使我们真的可以活起来那我们也为这个传道部，我想我们今天进来有看到楼下一个很大，就像这个我们的荧幕一样很大的看板，那边有在公布我们55周年我们要舞动人生，所以如果你这个
邀请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哈，所以从现在开始哦，就可以跟小遗嘱来报名。那到10月11号，每一个人是200块。那在博宴一个人200绝对是不够哈，所以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啊。那我相信神是供应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要让这个福音让人家得着，使人的生命真的得着翻转哈。那请各区长、小组长协助来报名来办理。那我们有一个影片，使我们来看。请问一下刚才影片有几个舞？请问是几月几日？第一个舞出现。好，请问我们是社教几年？所以我们记住了，好不好？我们为主来邀请福音朋友预备自己，这不是欢庆而已，我们献上感恩。好，过去55周年你在哪里？你怎么过来的？那55周年，我是不是要邀请我的福音朋友跟我一起，可以有飞舞的人生呢？继续往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大力来邀请你的圣灵的对象哈。那我们也为那个奥福音乐，就是我们在透过我们不管我们哪一个阶段，这不是只有针对儿童由儿童事工来办理，是因为我们要像回转像儿童一样，你就会发现，哇，我们的生命中居然这么好。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赞美神，那就音乐节奏。原来我们的身体，你说我都不会乐器 ，no， 乐器就在你的身体。不一样的音乐，甚至我们后来才发现拍屁股是最大声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吗？今天跟下个礼拜天，你带小组你也需要，因为这里面有游戏，它透过音乐、游戏、肢体让我们整个人真的是飞舞起来了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1点到5点6点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培训，在7楼这个老师是从台中从台中特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请我们掌握这个机会让我们回转像小孩一样。那中年团契已经中年大学我们已经开学，那我们10月15我们要有这个一日的关怀活动，一日有。如果你是中年大学的学生或者是过去是学生，那请你可以来报名，名额非常有限所以请把握机会我们那个在礼拜2早上，竹中的妇女秋季的溪头灵修旅游请大家记得是早上5点50在教会1楼集合那6点准时出发要带这几样东西圣经、健保卡、个人药品、语句还有3片口罩因为有3天嘛好，那请准时。那我们一起来读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情。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阿们。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阿们。好，我们再一次来读神赐给我们复活的话语，来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我们一起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让这是基督徒的这个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或第一次在我们的当中你只要坐在位置上安静那用你的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就可以。
我们一起来唱献上感恩。身上所做的事情来向你感谢。主啊，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蒙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与你连结在一起。主，我们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我们所献上的祷告，还有我们的奉献。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8章22到25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有一天，耶稣同门徒上船，对他们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他们就出发。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忽然有一阵狂风袭击湖面，船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过来，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息，湖面平静。耶稣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稀奇又惊骇，彼此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向风浪下命令，风浪也听从他了。”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在教会里与各位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牧师娘问我说：“你会不会紧张？”我刚讲说不会啊，就是讲台的信息分享。可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突然发觉我很紧张。我在想，为什么我紧张？有一个可能，近乡情怯，回到大家的当中。看见熟悉的面孔，看见大家都安好，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在我今天要分享信息之前，我现在在新竹圣经学院，刚刚刘牧师已经报告了，来向大家请安。
首先代表院长阮建民牧师和董事长、董事会，感谢尤牧师、刘牧师、黄牧师，还有众弟兄姐妹、长职同工，接纳让圣经学院来这边为大家请安报告。圣经学院的近况是目前是转型，在转型的当中，所以在这转型的当中，院长阮建民牧师他定了4个 R。第一个是期待每一位来到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身心灵的一个好好的休息。在圣经学院，让各位不论在哪一个空间，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安静等等，而且有真正的休息。第二个 R 是一个关系的连接，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能够等到真正的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重新看看自己与人的关系，更加的可以思考我们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做一个关系的连结。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灵里面的反思之后，期待我们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持续的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然后回到我们的家庭、教会、工作、职场，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创造。第四个是我们重新得力。我们知道，当人真正好好休息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动力再来出现，可以透过活动，可以透过安静，可以透过静默等等的方式的活动，让我们在灵里面重新转化，来更新我们的活力。因此，圣经学院在阮院长的带领下，它有2个方向。第一个是教育，这个教育呢，不是说要回复招收过去那个学生，那个是一个目标。但是目前在做的教育呢，有教牧课程，有灵修的活动，有教会的退休会长职的训练灵修的这种规划。所以刚刚刘牧师说他去参加那个课程，就属于教牧课程。在这些课程当中，我们透过这堂课程，对于牧长同工们，让他们在他们的牧会室里面能够再一次的装备与进修，并能够在当中有好好的休息，以及有其他的教会牧者共同的一起彼此的分享。所以当中有曾经举办过这些的工作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教会来到圣经学院举办2天1夜、3天2夜的退休会。那长职灵修的课程也在当中。圣经学院也是松年大学的总校的所在地。我想去年我们松年大学也应该有去台南去参加总校的一个30周年的活动。所以圣经学院在长者的这方面也持续的跟松年大学这边一起来配合来做一些事工。另外一个部分，教育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服务，也就是我现在在信徒服务中心的工作。信徒服务中心，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在这里来服务所有的众教会，所以不单单只有长老教会，很多的教派都来到这里，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在圣经学院里面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场地。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常都得到圣经学院去过，从10几个人到几百人的场地都可以在当中使用，并且有一个大的礼拜堂在这里面的场地的使用。也提供了餐厅我们的厨师是一个，我说他的厨艺非常的好，不知道刘牧师这几天吃的如何有人说吃了会变胖在这当中，所以这餐厅的供应，在住宿方面，我们也把一些寝具设备更新，特别疫情在2月份的时候采购了透过尤牧师的介绍采购了3台臭氧机。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在用做一个清洁的消毒的工作。在这边的报告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都知道圣经学院有一个游泳池，游泳池因为大约在6、7年前，因为一些因素暂停使用，后来要申请再恢复游泳池的时候，因为建筑法规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建筑物的一些原因，所以无法恢复为游泳池。不能再度的营业。那这个游泳池据
我听到历史上面它是新竹市第一个室内的温水游泳池，我听到是这样。那在董事会和阮牧师的思考下，把它转化，中间把它变更，然后再重新装潢，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运动休憩中心。那原本游泳池的那个位置呢，就把它填平之后，就可以容纳450人到500人的一个聚会的一个空间目前是完工，但是还没验收，所以有机会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各位来到生医学院的时候就可以来看看那个场地。好，这是对于生医学院现况的报告。接下来请各位继续为生医学院带导和关心的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从3月到6月的团体数减少，因为有的取消，有的延后，所以导致于收入短少大约400万。以及新的课程的设计，还有教会与信徒的灵命的培育训练，以及主圣馆刚刚介绍的那个游泳池装修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些经常费的支出，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关心、支持和带导。好，这是我对生医学院的现况的报告，让各位弟兄姐妹来了解明白。在我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让我们再一次的在圣殿当中敬拜，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彼此的分享当中，我们来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年我想整个世界都很不平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因为我们的口罩等等这些，让我们在国际上发光。但是台湾也很特别，是7月份没有台风，8月份就接续的连着来台风。所以我就很好奇查一下台风，发觉2018年那个时候有一个现象，就在北半球同时有9个气旋。气旋的意思就是在台湾这边称之为台风，在北美洲称之为飓风。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科学家都非常的好奇，就去研究。我们有时也可以从这卫星云图去看到，一个台风这么的巨大，人却是非常的渺小。一个台风来到台湾，几乎从北到南全部都被覆盖了，人在这当中非常的渺小。因此我们就想研究，所以每当一次台风新闻、台风形成的时候，新闻就会开始报道。这是2018年的这个台美台风，你会看到很多条不同颜色的线。我们知道这时候都是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些不同的线有台湾、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菲律宾等等等等的国家地方的机构都在研究这个台风的要往哪里走。我们看这条线一直直直的是往哪里？往我们台湾，往台湾而来。最后这个台风并没有如科学家所预测的，最后它临到台湾的前一刻往北走到日本去。一个台风的形成，许多人都在研究，都在看，同样的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诠释，或者是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平静风和浪，我们很熟悉，他在其中的4福音书中，3本福音书有记载，在马可、马太、路加记载。这4本福音书我们常常在读，又常常读到有同样的事件，却是它有不同的记载。在这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它强调的是耶稣他是王，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而马可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是位仆人，他写给罗马人看的；路加福音他强调耶稣是个人，他写给希腊人看的。而约翰福音，
他强调耶稣是为神，他写给普世的人来看的。因此，我们如果用这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的时候，其实它相同记载在马可、马太里面。我们可以从马可、马太里面去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它不同的角度所呈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到底整个场景、整个过程是如何。在耶稣与学生在海面上面对的情况，我们从马太福音第8章如果往前读的时候，可以看到那时候耶稣正在山上用登山宝训来教导这群人。耶稣下山之后去医治人，然后看见一群人围着他，他就说：“我们过去对岸吧。”经文这样记载着说，耶稣一上船，他的门徒跟着去，忽然一阵暴风袭击湖面，浪涛掩盖了船。马太福音记载的跟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有一些微的不一样，而马可福音它记载的又好像更加清楚了。他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在一起，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而众人靠近海边，站在岸边。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然后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就把他们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们一起走。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马太、马可两段经文提供了我们背景的资料，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看到当时的情况是如何。耶稣与学生他们面临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读的经文说，有一天，耶稣同门徒上船，对他们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他们就出发。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忽然有一阵狂风袭击湖面，船灌了水，非常危险。三处经文提供了不同的一个资料，让我们可以从3个经文当中去看见当时耶稣和学生们他们面临的情况以及背景。狂风暴浪来袭，船要满了水。路加福音说非常危险。耶稣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我们知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渔夫，所以如果用这个认知，他们的职业，他们应该在船上面对风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也在船上，这是他们原本就熟悉的工作。他们知道怎么面对风浪，他们有经验，一定有的经验。他们也知道船满的水，我应该如何处理。生命中有一定的模式，在我们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门徒知道我要站在哪个位置，我要怎么样把船瞧好，它能够不被风浪给打翻。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我们也常常有一定的模式，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准备来教会，你会开始想什么？我今天到教会，我要穿这一套衣服，这是我们的模式。我要走哪一条路，这是固定的模式。遇到了红灯，我该怎么转弯，怎么样走？甚至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一样的，我们会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定的模式，所以我在想，揣测着学生们他们当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学生一定这样讲：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我直接反应，浪来了我就把船瞧一下，没有问题，搞定。我们常常用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去直接反应来处理事情，甚至我在猜想，
学生的心里也在想着，耶稣是位重要的人物，要保护他，不可以被打扰。因为在当时，他们认为耶稣是位弥赛亚，来救离他们脱离世上的这些政权的压迫，不可以被打扰。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看见，当耶利哥的瞎子来呼求的时候，学生叫他做什么？不准出声，不要靠近。当小孩子来接近耶稣的时候，学生把小孩排除在旁边。他们会认为耶稣是位重要人物，不可以打扰他。何况耶稣非常累，从早到晚都在服侍。而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回到一个真实的情况里面，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上了船，船行的时候就困了。所以我在猜想，学生不想打扰耶稣，除了他是位重要的人物，路加福音记载着他累了，他困了，但是风浪太大，他们用他们的经验反应无法把船里面的水排出去，而且这当中的记载是非常危险。所以当情况紧急的时候，耶稣睡在船上，学生过来叫醒他。他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另外一段经文是这样的记载说，有一段风暴袭击湖面，浪涛掩盖了船。学生到他跟前，喊醒他，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快没命了。”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他说耶稣当时在船的尾巴，靠着枕头睡着了。学生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死了，你不在乎吗？”当我读到这3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当时的情景。你想学生会像我刚刚用那样的口吻、语调来叫耶稣吗？有可能会是这样：“老师，我们快死了，你不在乎我们吗？”为什么学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在这真实的情况里面，他们看见耶稣在睡觉。耶稣在睡觉，而且睡着了。我们会说：“耶稣，你累了吗？”我想耶稣真的累了。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在山上饱训之后，一直下来，一直到天黑了才到船上。在船上，船一开的时候，他睡着了。他真的累了。各位弟兄姐妹，每当有台风来的时候，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会成立防台指挥中心。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指挥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是新闻记者很喜欢这个画面。他睡着了。当有在危难当中，一个能够提供他们资讯，能够让他们明白这个台风带来的影响的人，这些团队，他们居然睡着了。假设今天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完全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我们的心里会是如何？好在我们有一位陈时中部长提供我们非常明确的资讯，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做。耶稣睡着了。对一个他们尊称为老师，对一个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要来带领他们的这个人，居然在暴风雨的时刻睡着了。我想我们当中有坐船的经验，有没有？最少从淡水坐到巴黎，这个渡轮也有吧？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也有在游泳池里面那边飘啊飘的。有人说我出去旅游坐这个游轮非常的稳，很舒服。而我个人坐船的经验是坐这一艘船。我当兵的时候去到金门，坐了2天1夜，从高雄到金门。2天1夜当中，我无法站立，吐的到处都是，只能躺在海军
的那个船那个绳子编起来的床上躺在那里。我是陆军，人家说陆军要脚踏实地啊。海军的士兵就笑我们，他说这一趟的风浪大概只有3级左右而已，你们就这样东倒西歪。我想我们当中都知道，有风浪的时候船会晃，随着浪的大小，船晃的程度不一样。或许游轮会比较稳。我们当中去过圣地之旅，我想这是我从 Google 上面找到的图片。他们说在加利利湖边有这一个模型，是描写着按照耶稣当时所做的这艘船打造出来的。若是真的是这艘船，风浪这么大，耶稣在船尾，我不知道耶稣真的睡着了吗？风浪这么大，耶稣真的睡着了吗？经文继续记载着，耶稣醒过来，斥责风和浪，风浪就止息了。3段的经文都说耶稣起来，斥责风浪。耶稣醒来了，将风平定了，将浪停止了，将水面平静了，船也平定了。经文没有说他用多少时间，总之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应该很快。会不会像这幅图片这样静如止水，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平静了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学生的心情平定下来了吗？外在的风浪与内在的风浪都平静了吗？心理学家说，当人遇到危险、非常大的灾难之后，人会心有余悸，严重的还会有心理创伤，对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会产生不确定的感觉。我想学生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因为经文继续的记载着说，耶稣问学生另外一个问题。3段经文都不同的记载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这样害怕？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想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我们都会把它归于它是在讲信心的问题。但是在我的灵修里面，当我再一次读到这3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他们信心的问题？我这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是，耶稣所要问的不是单单信心的问题，耶稣所要问的是，你们跟着我是相信我哪一个部分？当学生被耶稣呼召，跟随着耶稣的时候，他们跟着耶稣走遍每个地方，看见耶稣传讲道理，看见耶稣行神迹，看见耶稣赶鬼，看见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想耶稣这个时候问他们的是，你到底相信我哪个部分？你只是单单相信我会医病，你还是你单单只相信我会赶鬼？你相信我会行神迹？耶稣要问的是，你们相信我哪一个部分？可是学生还在惊慌当中，所以他们既稀奇又惊骇，他们就非常的恐惧，而且非常的惊奇。他们到底在惊奇什么？其实他们的惊奇不是刚刚耶稣所问他们的问题那句话，他们的惊奇是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究竟是谁？跟他们过去的认知不一样了。
他们认知是他是一位弥赛亚，他是一位拉比，他是一位先生，他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他们都能理解，教的道理是来自犹太的传统，他们知道明白，行的神迹他们知道，因为当时就有神迹奇事，他们行的医治，他们也知道当时有人这个医治是正常的，但是此刻他们不明白这个人，他们几乎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因为他们问了这个问题：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他的。他们不能理解，这大自然的现象当中，居然有人可以掌控这个大自然。学生的惊慌在这里，不是在那个风和浪。学生的惊慌是耶稣，他们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所做的这一个平静风浪，已经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了。风和浪都听他的，超越了人的想象和人能力。各位弟兄姐妹，你是知道耶稣还是认识耶稣呢？学生跟着耶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看见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讲的话，我们都会有的说，他们跟随耶稣这么久了，他们应该认识耶稣，而且知道耶稣。但是我在想，知道跟认识是两件事，所以我不禁要问：怎样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只有认识他所行的神迹、医治、赶鬼这样而已吗？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可能会问说：你信耶稣是信耶稣的什么？你到底相信耶稣的哪一个部分？当浪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喜欢到海边去走一走，踩踩浪花。浪过来，我们会踩它；浪再大一点点，我们可以有自己可能会再觉得很舒服。当我们承担得起的时候，这是小浪；但是当浪越来越大的时候，一波又一波过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反应？往后跳，逃跑。我们就受到了挑战，因为浪越来越大。各位弟兄姐妹，当浪来的时候，当挑战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单凭自己的力量和经验去面对。我们会用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生命当中的模式，去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相信耶稣这件事情，只是脑袋里面的同意而已。我相信耶稣这一个标题，我同意。我们单单如此，我相信耶稣这样子一件事情。当浪来的时候，用我们人的眼光看，耶稣睡着了，睡在船的尾巴，还靠在枕头上睡着了。他真的睡着了吗？其实没有。耶稣其实都一直与学生同在一条船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段经文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在船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与我们共同来经历和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耶稣跟我们在一条船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靠我们自己 OK 没问题，但是许多的事情却没办法解决和改变。这个时候，你我都需要上帝的同在。你我都需要上帝的同在。3年前，谢谢大家的带导和支持，我们全家到了美国南加州，在那当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要有驾照，驾照的考官不像台湾的考官，那边考官是直接上路就开车了，只要你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打回了。我考了2次才考过。
那是一个挑战，因为考官在那边给你下指令，你要听得懂，还要做出正确的反应。那是一个挑战，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胜过这个挑战，拿到了驾照。一次又一次在当中大大小小的挑战，我都好像靠自己的能力去过关了。去年有回来休假跟各位见面，之后回去美国。9月30号的时候，我大儿子承恩，他念高中，他骑脚踏车上学，那脚踏车骑过去不远，大概10分钟。早上还跟他说小心靠边，好好的去学校，他就出门了。出门大约不到5分钟，他打电话来，他说：“爸爸，我发生车祸了，你赶快过来。”我就说：“那你走哪一条路？”他告诉我那个路名。我当下其实是吓一跳，发生车祸，他骑脚踏车。美国的普通的社区的道路，那个时速都可以开到60迈，就是大约80-90公里的时速。可是听到他可以跟我对话，我心就安了，至少他还能跟我讲话，说他在哪里。去到了现场，救护车、警车通通都来了。经过一番比手画脚沟通之后，他送到医院急诊室。在这过程当中，陈恩还能用英文跟他对话，我就想着放心了。到医院急诊室检查，他就是门牙一颗断一半，一颗缺了角，然后因为撞击嘴唇有流血，然后就做一些检查 ，X 光等等的检查之后，美国医院是这样，检查完了之后你回家等账单，它就是一些擦伤，在医院也没有做特别的处理，都没有。回到家大约1个礼拜多，我接到了连续就陆续接到3张账单。我们知道美国医疗费很贵，但这3张账单，你们猜多少钱？用美金来讲，1000、2000、3000，差不多嘛哈，3000就大概台币快10万。这个账单看到我吓一跳，6万块美金。在那个时刻，我知道靠着我自己这件事我没办法处理。虽然有人后来告诉我，你可以去跟医院谈，去杀价，可以杀到2折、3折，但是那也不是我能负担得起。你可以找他们的对方汽车的保险公司跟他谈，他要赔怎样。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刻是一个大浪，我无法用我的英文的表达去跟医院谈，我无法去跟保险公司谈，我只有靠上帝。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恩待我们，他让我们的一个朋友透过他的介绍，有一个专门处理车祸的律师来协助我们。美国很好玩，车祸律师不会先跟你拿钱，他是整个赔偿完之后，他拿赔偿金当中的一部分。这个案件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没有结案，但是我相信上帝在看护，在保护。当我们无法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用自己过去的能力来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浪来了，耶稣出手平静风浪，耶稣介入在这一件事情的当中。其实耶稣本身就跟我们在这一个风浪里面。门徒非常的惊讶，他惊讶这位耶稣，他居然能够平定风浪。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回想过去，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事件是我们无法去处理、去面对的？但是耶稣在这当中也常常带给我们惊喜。各位弟兄姐妹，
风浪有时候像这个图片一样，像一个大浪要掩盖了我们。耶稣所平定的风浪，有可能像这样的一个大浪，但是我相信耶稣所要平定的不是这外在的风浪，耶稣要平定的是我们内心的这个风浪。当我们惊讶，当我们觉得恐惧，当我们觉得我无法自己去面对的时候，耶稣要平静你内心的风浪。当时学生不明白，也不知道耶稣是谁，而你知道耶稣是谁吗？透过圣经，透过许许多多的事件，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但是你真正知道耶稣是谁吗？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问Who is Jesus？ 对于我来说，对于你个人来说，耶稣是谁？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在于我们每个人所面对不同的境况当中，耶稣是谁？我们答案会不一样。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说耶稣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医治的耶稣。因为你可能你自己有病痛，可能你有亲人有病痛。对于你现在来说，你有可能说，我需要一个有神迹的耶稣，因为你正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对你而言，耶稣是谁？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我们读经、灵修、祷告的时候，在你遇到困难、挑战，或者是在你平顺的时候，你都可以问自己这句话：对于我来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牺牲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领受从你那边而来的祝福。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带给我们新的盼望。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风浪的时刻，都知道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一艘船上，都知道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在
信心在这里。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举手来宣告，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你是神。我们再来宣告，当大海翻腾，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风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今天的祝祷，我想请同工帮我把已经升起来了。我想请大家把眼睛张开，请荧幕不要放，荧幕升上去。我要请大家看着十字架，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不在十字架上面了。那未曾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耶稣已经复活。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相信他哪一个部分？当我祝祷的时候，请你们一样看着十字架，告诉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也给耶稣一个答案。耶稣，你是谁？愿天父上帝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与救赎，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